对了，那你本都拉好，如果没你要基本要用最少建筑拉好你了，要你们能够稳住稳的有嘛白讲，要满多人们要给点名字啊，给嘛给。西超，我找啊，我动作大好，那里一大熟人的啊，能干了的，这么能吃多嘛，我们做一弄别人做啊，中国的年龄我就拉到自己还要多，按照我就说，按照他家里就来啊。对了，我今朝啦，带着我进做啥？啊，进做家不大起，还是进做了要子有。还没有，我今朝啦带着啦，我晒着啊，几竿多，如果你没带上对嘛，那个多酒家。